孙悟空。玉帝有旨，命孙悟空随李靖速上天宫。不是吧？连玉帝也想设宴来庆祝我成佛？你弄错了，玉帝怀疑你因为要抢夺月光宝盒，谋害龙王，令他无辜丧命，所以现在要你速上天宫受审。龙王死了？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啊，大师兄、二师兄啊，你们不是只偷宝盒吗？还杀了龙王啊！悟空，你到底有没有做？当然没有了，师傅。大师兄啊，你真的没有杀龙王吗？我随便打了一拳，那老家伙哪那么容易死啊？你有没有错？玉帝自有判断，你给我上天宫交代清楚。师傅，这是他们冤枉我，我们还差一点就成佛了，不要理他了。啊，你回去告诉玉帝，我可没闲工夫应酬他解释这么无聊的事情，快回去吧。师兄，快点，别理他了，走哈。不能走。师傅啊，还差一步了。别说一步，就算是半步也不可以，因为做人要有责任感。既然你没有做过，又何必怕上去澄清呢？为师就在此等你，你速去速回。是真的，师傅，师兄真的没有做，我也在场啊。就是啊，师傅。刚才为师不是说过了吗？做人要有责任感。既然你没有做过，你就有责任上去让大家明白这件事的真相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大不了我上去一趟了。照顾师傅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快点，赶时间。哎，早去早回啊。走吧。喂喂，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启禀玉帝，孙悟空带到。玉帝，我今天没空，有什么话快说。孙悟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擅闯龙宫，不止窃取宝物，还用龙泉宝剑将东海龙王刺毙，你可知罪啊？玉帝，人人都知道我杀人从来不用剑的，那天我只是用悟空拳给了他一拳而已，那他们也都看到了。看到我看得一清二楚啊！他抢了龙王的宝剑呢，一手揪着他的龙须，然后在龙王的脖子上锯来锯去，龙王就这么被他给锯死了。锯什么锯啊？你胡说八道！岂有此理！居然敢冤枉我啊！孙悟空，凌霄殿上怎么能任你放肆？老小子有你的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从来不撒谎了。你说。你要我说什么？事实就是你杀害我父王了。你怎么了？连你也冤枉我？哎呀，你杀我父王的时候就是这种眼神啊！喂你，玉帝在上，是孙悟空杀害我夫君，请玉帝为我们做主。喂，你说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杀你夫君了？喂，孙悟空，不得放肆！为了要使你心服口服，我现在就传召东海龙王的鬼魂上来跟你对峙。那最好。告知朕。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是被孙悟空，就是他，用龙泉宝剑割我喉咙，气绝身亡。你死了还要撒谎？我干脆连你魂魄也打散吧！孙悟空，这里一共有4个人指证你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是玉帝啊！这个孙悟空啊，他烈性难驯呐，你一定要还我们一个公道啊！你居然恩将仇报，打！喂，你怎么了？哦，你不但杀害我父王，还把龟丞相打回原形。玉帝呀，你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！悟空，你实在太叫我失望了。亏哀家长期以来处处维护你，你居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叫哀家如何再包庇你？不用说了，说到底你就是不相信我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叫朕如何相信你？你这臭玉帝，500年前我大胆妖猴！你给我住嘴！我早已经跟随师父多年，我已经修心养性了，而你竟然有眼无珠，不辨是非黑白，简直是茫观黑地！胆敢辱骂玉帝！孙悟空，你闯下弥天大祸，罪不可恕。主仙，押他到斩妖台斩首示众。来就来，我怕你啊！领发旨。使管来吧。对呀，捆仙索。烧！
对不起啊，大圣爷。快线索锁得住我吗？大圣爷！住手！悟空，我知道现在跟你说什么都没用，但是这件事跟我师父绝无关系，我跟他早已经断绝师徒关系了。你要找人报仇的话，去找我孙悟空，借你用。得罪了，全都给我听着！无论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这个妖猴抓回来问罪。领发旨。哎，师兄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就好了。大师兄，解决了吧？我们很担心你啊。老沙，别再说了，收拾东西，走，造福。收拾东西。老杜、老沙，啊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哦，我们边走边说啊，师兄。住嘴！以后你就是大师兄，你们要好好的保护师傅到大雷音寺。哦，你说什么？你偷懒啊？别再废话了，你先答应我。悟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师傅，我跟你缘分已尽，不能再陪你上路取真经了。大师兄，你说什么呀？开玩笑啊！悟空，是不是在天庭出了事了？我跟玉帝说过了，从今天开始跟你断绝师徒关系，以后大家各走各的，互不相干。大师兄啊，你别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？好，既然你不想说，悟能，你背为师飞上天宫，为师找玉帝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上去也没用了。要是你不跟为师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为师一定要上天宫。师傅，我说，我一上了天庭，龙宫那些人都一口咬定说亲眼看到我杀死了龙王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会啊？我亲眼看着你没有杀龙王呢，他们怎么可以冤枉你？是啊，没有道理啊！龟丞相和珍珠公主会串通他们冤枉你，他们都很正义的。连他们都好像中了邪似的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说我是杀害龙王的凶手。悟空，你放心，作为清者自清，为师一定会替你找出真相。师傅，就算找出真相也没用了。为什么？当时我太过激动，一拳把龟丞相打回原形。啊！我就挟持玉帝，就算真的能证明我不是杀害龙王的凶手，天庭的人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唉，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师傅，我不想再过这种冤屈的日子。以前我被太上老君困在炼丹炉里749天，我已经觉得很难受。后来，我又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500年，是500年，没人陪我，没人跟我玩，没有人理我。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，一天都不可以。悟空，你看，过了这座山就是大雷音寺，你便可以修成正果。现在你就这么放弃，只会沉沦苦海，功亏一篑。你认为值得吗？可能是天意如此。师父，你前生是金蝉子，八戒你是天蓬元帅，老沙你是卷帘大将。我是什么？我天生就是一只妖猴，命中注定我不能修成正果。那你就错了。所谓一果还一报，因果并不是注定的，它一直都在你手里，看你怎么想和怎么去做。就算我念再多经也没有用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在别人眼里，我只是一只杀害龙王的妖猴。你又何必自暴自弃呢？最低限度，这里还有我们3个人相信你。你们3个相信我有什么用？如今满天神佛都说要对付我，我跟你们在一起只会连累你们。你听我说，师父，你听我说，你乃是超然之物，白璧无瑕，现在还差一步就可以达成心愿，取到真经。不要因为我而功亏一篑。不行，大师兄，我们4个人一条心，你不做佛，我们也不做佛。住嘴！快陪师父上路。不去。师兄，你不必骂老沙，你不去，大家都不要去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什么苦没熬过，什么关没闯过。事到如今，你说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要做佛一起做，要受罚一起罚。你不是这么笨吧？眼前大好的机会，你不去做佛，
难道你想顶着个猪鼻子永远做猪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猪吗？你不用说了，你不去我也不去。师傅，弟子心意已决。不过临走之前我还有个要求：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请收悟空一拜。我不会受你拜。逆天是我徒儿，你就要听我的话。如果你再拜我，我就念紧箍咒。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兄，师傅，师兄，不要再念了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兄，不要再念了！师傅，不要再念了！师兄，师傅不要再念了！师兄，求你了，不要再念了！师兄，师兄，大师兄。从此刻开始，我不再是大师的徒弟。虽然我们师徒缘分已尽，但是情谊永在。不论悟空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明年的4月初8玉佛节，我一定回来拜祭你这位大佛。大师保重，大师兄，师兄，好好保护你们的师傅。悟空。